六年班同學大家好嚇，咁我係李 Sir，咁就講埋呢一個單元10嘅進評嘅一啲重點咁樣啦。嗱，咁首先就詞語部分，咁就有温書嘅同學咧，就應該都攞到嗰個分數㗎啦。咁就應該就老師亦都同你哋解釋過，即係點解係嗰個詞語入翻去嗰個句子，咁我就唔會喺呢度再重複啦。反而咧就想同大家講一講嗰個閱讀理解嗰度嘅。咁就7個字啦，顧客永遠是對的。咁呢一句説話，咁我唔知道六年班同學有冇聽過啦，就呢度係啦，睇翻你嘅熒幕第一段嘅第一句，顧客永遠是對的。咁就因為我哋呢個單元呢，就學過嘅一啲叫做議論文，咁有正面有反面啦，咁有啲叫做論點，咁亦都有論據，咁亦都有論述咁樣。咁如果同學就喺課堂上邊有認真聽嘅，咁應該都可以大概即係知道你上喺度講緊啲乜嘢㗎啦。嗱，好啦，我哋睇翻嗰個題目先。嗱，最主要嘅係睇翻第6題嗰度，咁就話有個表，咁需要同學完成翻嘅。咁我哋咧就會有個叫做我紫色嗰度圈低咗啦，中心論點。咁跟住咧，亦都會有即係佢個紫色下邊嗰度咧，就叫做分論點同埋論據。最後咧就有個叫做總結咁樣嘅。咁我諗呢3部曲咧就大家寫個議論文咧都應該有啲印象㗎啦。嗱，首先我哋睇翻先，我哋嘅嗰個題目嗰度咧就已經俾咗你啦。中心論點，即係最緊要嘅。作者提出咗一個咩睇法呢？咁佢就係話佢唔贊成，作者講緊作者佢唔贊成呢，顧客永遠是對的。好啦，你睇翻佢個分論點同埋論據，第一佢就講到好明白啦，這句説話不合邏輯啦。6年班咧就應該知道咩叫做邏輯呢兩個字㗎啦。咁就喺第2段裏邊，咁我用紅筆圈低咗啦已經係第一句就好簡潔，即係好清晰咁樣表達咗個立場，就係話顧客永遠是對的，這句話不合邏輯。咁 OK，咁所以咧就第一個嘅分論點啦，同埋佢個論據咧就係跟翻呢一個嘅寫法啦。咁第2啦，佢就話商家為了迎合顧客咧，我用紫色顏色筆咧就圈低咗迎合呢兩個字。咁點解要圈低呢兩個字咧？陣間我同你解釋。好啦，咁就而可能發生咩事咧？嗱，你見到個答案係對顧客的無理要求採取容忍態度。標點符號唔使啦，標點符號個句號就後邊咧就已經完咗啦。咁如果你話要揾第2點嘅分論點或者佢個論據，點解會係後邊嗰個答案呢？咁樣我哋睇翻啦，睇翻第3段，你見唔見到我用紅筆嗰度圈低咗容忍態度嗰4個字？佢呢一段咧就佢講得比較詳細少少，咁亦都係用咗一啲嘅反問句啦，咁即係講緊第3段啦亦都係用咗一啲嘅引用啦，譬如呢一句嘅叫做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咁樣，咁所以佢一個論述咧就好清晰嘅，咁所以咧就迎合顧客。就採取嗰個容忍態度，咁我睇翻啦，第2段，唔係第2段，唔好意思頭先啱啱講緊嘅呢一度，第3段唔因為不想得罪一位顧客而對他的無理要求採取容忍態度。咁其實呢一個呢，就係我哋頭先講緊嘅佢嘅第2句迎合嗰個意思。咁我諗呢一度咧就點解都需要你諗一諗先至會揾到呢一句咯。
好，第三個嘅分論點呢，就係員工嘅乜嘢會受到打擊呢？嗱，我特登用紫色筆啦，亦都圈低咗打擊呢兩個字。好啦，咁我哋點樣揾翻個答案啊？見唔見到？1、2、3、4第四段係啦，就係呢一度最後嗰度。最後服務顧客的員工也是人。咁其實你一路睇落去呢，就已經可以揾到㗎啦。打擊員工的工作士氣得唔得？咁呢一度就即係講緊嗰個員工，亦都係一個嘅普通人啦。咁佢唔係即係佢都唔需要特別去受到別人嘅不禮貌對待咁樣嘅。咁所以你逐段咁樣睇落去呢，就應該係可以揾到嘅。好啦，最後總結啦。雪筆咁我特登用紫色嘅顏色筆啦，圈低咗呢個字個筆字。咁喺邊度揾到個答案呢？見唔見到最後嗰一段總結？總而言之，咁最後嗰句向無理的顧客雪筆，但係佢就唔係叫你照抄，即係你其實照抄嘅話呢，就可能會有少少會覺得好似好奇怪咁，因為佢係用咗一個叫做負負得正嘅形式啊，不應該、不敢即係佢唔係一個平鋪直述同你講話係應該向無理嘅顧客雪筆嘅，咁就話，但係佢咧就喺前面加多咗一句，不應該因為呢句説話而變得畏首畏尾而不敢咁所以咧可能有啲同學就會覺得哇，喺呢一句其實係咪㗎？會唔會抄錯㗎？咁可能呢一度咧就有少少即係可能考驗到你嘅一啲嘅陷阱喺度啦。好，咁就閱讀理解呢度講完啦。咁最後咧我就想講講後邊嘅標點符號嗰度嗱。改呢一個標點符號嘅時候呢，就見到有啲同學呢就未知道係咩叫詩經詩經呢一個需要係書名號嘅，因為佢本身係一本嘅作品，文學作品嚟嘅。咁就個括號啦，麻煩你留意翻，應該要點樣括啦。咁就譬如一個人名、地方嘅名，咁亦都需要有專名號嘅。咁呢一度嘅話，如果你係進評嘅時候，咁失咗分，咁希望你考試嘅時候就可以將佢攞翻啦，好冇？咁今日李 Sir 嘅分享就去到呢一度，暫告一段落啦。咁希望各位同學都考試順利，獲到理想嘅成績啦。再見，拜拜。